今兒晚上說的這個故事啊，其實賈門在很多很多期以前，我給大家講過一個類似這麼個事兒。大家還記得當年大概是0405年那會兒吧？有個小男孩兒叫舒敖，號稱吸血舒敖，而且呢，舒敖不但吸血，還自稱身上是左宗棠上身。大家還記不記得這事兒啊？今兒的這個故事和當年那舒敖就非常的類似。那麼也就是說，當初電視台報道的那個吸血男孩舒敖，其實並不是只有他一個的，因為在賈門的聽友的投稿中，我又發現了這麼一個。這個事情發生在中國的南方，由於這孩子現在人家還茁壯的成長着了，賈不能提地名，而且把人名都得給忽略了，但賈門還是能講這故事的。他這件事情是發生在08年這年的。08年這年，他說我是由於母親當時給我講了這麼件事兒，而且把我母親嚇得夠嗆，後邊我就重視這件事兒，後邊我是多次碰到過這男孩，然後等到後邊我再給你講這男孩到底是怎麼回事。揸先給你講怎麼呢？講他母親是怎麼跟這男孩相遇的。賈門這小伙伴的媽媽當時是在一家花店裏邊兒上班兒。這家花店不是說賈門早市上賣花的那種，是賣鮮花的花店。當時他們這小鎮上唯獨就有這麼一家鮮花花店。那個年代鮮花還不像現在，現在鮮花是屬於剛需，好多人都會買。那年代鮮花純屬於奢侈品。花店生意挺淡的，平時來不了怎麼客人，但是由於花的利潤特別的高，再加上老闆是自己的房子，而且母親那會兒的工資呢，才1000來塊錢，所以花店還是能兼職的。當時每天上班的時候，就是媽媽一個人盯着花店，幾乎都是媽媽自己在那兒。有這麼一天，這天下午花店裏邊來了個女的，這女的帶着個孩子，說是想買一束鮮花送給她媽媽。媽媽當時呢就馬上介紹說呢，你母親多大歲數了？她說50多歲，馬上過生日。媽媽就告訴她說你不行，買上一束康乃馨吧，康乃馨非常適合送給自己的母親，而且又是生日。我再給你配點滿天星，正在這兒聊着天兒了。這女人當時有一搭不一搭，聽着媽媽給她介紹，隨手呢就開始拿旁邊的一些花，想拿起來瞧瞧。結果這女人明顯沒有經驗，不知道這玫瑰花上長滿了刺兒，一下子找到了一朵玫瑰花上，直接玫瑰花的一個尖刺就刺到這女人的手中。可就在這霎時間，女人先是嗌了一聲，把手端起來，然後拿手擠着把血擠出來，這是賈門正常人的習慣。可是旁邊他帶着的那個孩子像瘋了似的，朝着他媽媽的手就撲上去了。這孩子不但照着他媽媽的手撲上去，嘴裏邊吱巴亂叫的。這時候我媽才看清這小男孩。小男孩臉是呈灰色，長得特別嚇人，個子特別小，但能看得出來，這孩子歲數不是太小了，得有個12、13歲了。可是明顯這孩子不長個兒，說白了，按照賈門老人們說話，就是小孩老臉，就是這個意思。這孩子撲到他媽媽的手上，雙手抓着他媽的手，然後開始嘴裏邊兒就在嘶叫。然後拉着他媽的手就開始往他嘴裏邊裝。當時母親在邊上看着都瘋了，馬上上去阻攔孩子。怎麼了？怎麼了？你們這是怎麼了？可是這會兒他母親立馬把母親給攔住了，就是這孩子，他母親把我母親給攔住了。沒事沒事，你別害怕，你別害怕。他就這樣。然後就在這說着話的功夫，他媽這會兒手就已經不反抗了，孩子就把他媽的手指塞到了嘴裏邊，
換命的給着。當時別提多可怕了，那孩子給他媽的手指的時候，給得特別的用力，我媽在邊上看着都呆了。頓時間，我媽腦子裏就琢磨出來一件事：最近鎮上寨船有個姓黃的人，家住在平安大街那邊，說他們家有個男孩，這男孩讓雜麼東西給誤了身子，然後之後就開始吸起人血來了，找不到人的血沒辦法，沒事就吸着動物的血。好多人都見過這個小孩，媽媽當時一琢磨，難不成這孩子跑我店裏買花兒讓我給撞見了？但是這當時母親她不敢問呢。當時小孩給這個手吸了得有10多分鐘，這才停止下來，而且停止的時候是母親百般勸阻下孩子才停的。停完之後，孩子嘴角上掛着血絲，當時他媽嘴唇讓他吸得煞白，渣也不知道吸了多少血。再接下來，這女的也沒心思買花了，簡單就讓我隨便摘了這麼一束，付了錢，帶着孩子匆匆忙忙就走了。但這女人走了之後，我媽坐在那兒，臉比女人還白了，把我媽給嚇壞了。我的天啊，真有吸血僵屍啊！這是怎麼回事然呢？孩子怎麼是這樣？這一下午，母親是魂不守舍，直到了晚上回到家，才把下午的事講給我們聽。當天晚上吃飯的時候，我跟我爸還有我妹聽的，可入神呢。從此全家就對這件事而產生好奇。然後就是等到轉過天來，我憋不住，我就把這新鮮的事講給我同學了。我同學全都說沒錯，你媽就是遇上誰。他們家那孩子那小孩我也見過，走環跳呢。好讓同學這麼一說的，這事就越來越邪乎。事情鬧大以後，我身邊幾個小伙伴就有人提建議，要不這樣吧。我知道他們家住哪兒，大概位置我應該清楚。咱們這周六沒事幹，乾脆咱們集合，找個地界，一塊兒上他們家門口瞧瞧去，看看咋能不能找着這個嚇人的小男孩兒呢？我當時說實話挺害怕的，但是實在是好奇，就答應了同學。於是就於本周六真的組建了這麼一個4人小分隊。跑到這小孩所居住的那個片區上，那找這小男孩兒去了。說到這兒，其實會聽的所有的小伙伴們才知道，講故事就這樣慢，但是講得細緻，這故事到這兒才算是真正的開始。之前母親的那次經歷，畢竟他沒看到，這故事也不是他媽給渣講的，核心的得是他。你得聽聽他們這次4人小分隊去探索這小男孩之後到底瞧見雜麼了。這4個孩子於周六早晨起來，8點半就集合，集合完了，在一個孩子帶領下，就真的找到了吸血男孩居住的地方。早晨起來到了人那兒，大概是9點多鐘，4人在人門口還吃了頓早餐。他說，我記得特別清楚，應該是10點不到，到的他們這條平房片區裏的。當時進到了他們，但應該就已經消失了。但是這老太太怎麼還推着個熱門兒呢？我們一眼就朝這老太太看過去了。老太太當時形象特別嚇人，但是這還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當我們仔細望向她的嬰兒車的時候，我同學剛要張嘴說怎麼推過這樣的車，這車子還沒說完呢，只見從那嬰兒車上邊伸出個小腦袋來。由於這竹子的嬰兒車上面蒙着一層布，好像是蓋着這嬰兒車的，我們不知道裏邊有人。忽然間從這布上邊突然出來個小腦袋，這腦袋一探出來，嚇了我一跳，裏邊是個小孩。這小孩的樣子也就是個4、5歲大小的身高，但是臉看着跟我們差不多大，
當然比我們得少點，這還不是最關鍵。最關鍵是這個孩子的臉是灰蒙蒙的。你說他是那種蒼白的臉嗎？不是，他臉上像是塗了一層石灰，整個臉是灰色的。小男孩探出頭來之後，腦袋特別小，朝着四處開始東張西望，沒望了兩下，就要從這小竹車裏邊爬出來。老太太當時從竹車側面拼拿出個小竹竿，照着這灰臉小男孩的腦袋上梆梆梆的，就這麼棒，一邊幫着嘴裏邊，一邊拿着我們本地話說着狀話。我們當時看到這一幕嚇傻了，立馬旁邊的一個同學就拉了我們幾個一下，他就躲到一個石墻後面，然後這同學就跟我們說：這就是我之前見過的。就是那喝血的小男孩，就是他，你媽看見的應該就是他。頓時間我想起來我媽那天晚上跟我講的，我媽說了，這男孩個兒特別小，但是臉看起來得有個12、13。那不用說了，車裏那小孩不就是這個德行的嗎？那肯定就是他了，只是這回推車的人應該不是他媽，這應該是他奶奶呢。我們當時無比的興奮，又找着這小孩了，然後就躲在這石後邊等着老太太把車推向我們，然後走過去，我們好跟着他，然後確定這孩子的家在哪兒，方便以後我們好觀察。直至在垛子後邊等了半天，結果沒想到老太太沒推到我們這兒，到前邊的一個小路口往左拐了，所以我們立馬就跟了上去，一直跟到這老太太後邊，跟到了他們的家，這下確定這男孩住哪兒了。得了，這回我們可就方便了。12點半左右吧，確定了這男孩的家，我們就跑到外邊一個賣炒飯的特別破的街邊攤上，幾個人吃東西去了。吃完飯之後，大概下午1點半不到，就守在他們家門口去了，就等着這小男孩出來。我們想看個究竟，結果等到下午的2點半左右，這男孩才在他母親的帶領下從屋裏邊走出來。走出來的時候特別的明顯，母親特意給這男孩兒打了一把大黑傘，特意地遮開陽光，而且從大門出來之後，就有2道陽光照到他們家大門上。母親還特意地攬着孩子從這陽光上躲開。當時我朋友就跟我說，他一定是吸血鬼，看到了嗎？他還怕太陽。反正我們也不懂，恐怖片裏的吸血鬼都是害怕太陽的。我們當時就認為這孩子一定就是吸血僵屍。說完之後，接下來他媽帶着孩子就往外走，我們就在後面，或跟着想看看他們娘倆到底是幹嘛去，直到跟着他們走了，可能得有幾分鐘，這才知道他們去的地兒不遠就是他們家的胡同，一出去前邊有個菜市場。到菜市場，娘兒兩拼沒有買菜，他媽只是買了這麼一隻大青蛙，其實也不是大青蛙，就是我們南方這邊那種大牛蛙。那一個牛蛙可能得有小1斤，跟那個剛出生的小狗兒這麼大個。買了一隻牛蛙，當時也沒讓老闆宰殺，裝在袋兒裏邊就帶回家去。我們當時第一反應就是，難不成這孩子吃牛蛙嗎？他媽給他買個大鴿麻乾嘛？我們就又繼續跟着，直至我們這幾個壞小子又跟人家回了家。看着他們奔着他們家那院就走進去，可是當他們娘兒倆走進院兒的時候，我們失望了，完了，看不見了。這怎麼辦呢？這個他到底那牛蛙買回來是給他兒子吃的還是幹嘛的？我們好奇死了，就一直在人家門口的一個石垛子後邊在那兒磨蹭，沒磨蹭了一會兒，忽然就打後邊來了個男的，喊了我們一嗓子，
當時把我們嚇了一跳。乾媽呢？你們幾個？啊！我找人。找誰？找誰家孩子？你們是哪兒的？我們找住那房子裏的孩子。當時這話是我說的，說實話我夠笨的，語無倫次了。遇到大人之後就慫，不知道怎麼回答人家，而且這會兒還作着虧心事呢。大人一看就看出我們這幾個小孩是壞孩子。你們到底幹嘛的？沒事兒就去，就說到底幹嘛的，我給你們帶走了。啊！還沒等我們狡辯，大人急了。然後我旁邊那個比我還老實一點的小孩，他就說實話了。叔，我們不是壞人，我們就是聽人家說有個吸血的小男孩住在這兒，我們上這兒朝他來了。叔當時一聽，讓我們萬萬沒想到，這人眼睛剔亮了一下，然後臉帶着一種神秘的微笑，笑着對我們說：你們也知道這事？知道誰不知道這事兒？我們學校都傳開了，那個就是他媽在花店還碰見過那個小男孩了。快走，走！一會兒他爸回來了，他爸脾氣特別不好，躲開這兒，你們快躲開這兒，走，上後邊去。然後這大人也是神經病，還竟然帶着我們幾個小孩就跑邊後邊的一個小胡同裏去。到了胡同裏邊，我們其中一個比較衝的就問這叔叔：你是住這門口的嗎？對，我住這門口的。那小男孩兒真和諧嗎？是。好長時間了，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待好好的，他是先咬他的奶奶，就從咬完他奶奶，這孩子就瘋了，天天咬他奶，咬他爸。後來家裏沒切了，就給他買雞買動物，讓他喝血。這孩子不吃飯，他爸給他餵吃的，餵雜麼吐雜麼。你不讓他喝血，這孩子一天都活不下去。啊！真的是嗎？叔，那他這是中邪了嗎？我們也不知道，鬧了好長一段時間，警察都來過，弄不清楚。對了，叔，剛才我還看見他媽帶他買了一隻大青蛙回來，就那大牛蛙他是吃那的。直至到了後來，說實話，我們關心這事關心的得有大半年，是沒事兒的時候還是會到他們家門口看，但是不是說每次都能看到的。直至到了半年多左右過後吧，有這麼一個來月我們沒去，後來想起來還想再看看去，可是就打那兒開始，就再也見不着這小孩了。後來也是聽大人們說的，這個我就不能負責了，都是一些人瞎傳的，說這孩子讓北京那邊的專家給弄走了，但是這些大人們說，明面表示着說是弄走給他看病去，實際上貌似不是看病，把他爸他媽他奶奶全部都給弄到北京，好像是準備研究這小孩兒去了。好了，小伙伴們，這故事給大家說完了，就這麼個事兒。但是我又琢磨了一下，你說我一點地址不給你，說他不靠譜，這事情發生在四川，大概只能說這麼多了。那咱們今天這期節目就到這兒了，感謝朋友們的收聽，我們明晚再見。